航转爱州。日頭已落到火房屋，唐人唱片獨木衰，實實抒顯好未來，而客就愛轉回來。順等傳動矮板大板，以沙載體連線，搶來天公式。天板發版二版9層版，現以大幕客家扮演，唱一萬萬美濃板條，主動搶身來看戲。每看人轉來到演流太廟戲台順，一到年年愛失版，半年就得兩版，偷偷來做一場大戲。完水，他介紹完就是洗手主機跟培機以後，他就會說完水，他就傳出來。好，最後一個我跟你講，像楚天里就是出現里，因為我們是三線，這是地線。天楚天楚天里啊，天楚天里這樣子好對。每一年收冬季是美濃鎮的大事。今日光臨里光復莊開基福德精神。北拱晚風，俺有請主機關美濃區區長鍾炳光、皮機關。離鄉遊子都回來，陪着長輩們祭拜伯公，感謝一年的豐收，也祈求來年風調雨順。棵樹，再棵樹，上棵樹，高聲。一拜，再拜，上拜。我祈求呀，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好，來，4個生來。哎，木瓜拌哦，嘿。還有什麼？還可以加這個醬，嘿，很好吃哦，嘿。這一天的美濃特別熱鬧，遊子返鄉，旅客也趁着深秋涼爽季節造訪小鎮。客家人以前他是穿藍衫的，好藍衫，所以藍的元素在我們美濃是佔一個蠻重要的一個地位哈。小葉欖門哦，第一個隧道蠻漂亮的哈。遊客造訪美濃，讓小鎮的住宿需求增加。美濃山腳下，黑膠樂聲從三合院的老房裡緩緩流瀉。這間三合院民宿是近幾年在網絡上評價頗高的民宿。民宿主人是他，鍾世維。那兩個人其實就是以前那個其實就掛鈎嘛。那這個掛鈎以前就是長輩們哈，在農業時代，物資比較匱乏的時候。他們就會撿那種類似形狀的樹枝，那把它加工變成這種掛鈎。那這掛鈎呢，不管是吊那個洗衣籃啊，或是廚房那個豬油的豬油桶，或是醃那個臘肉，在曬臘肉的時候都用得到。那後來我在我們家倉庫發現2根這樣，我就把它拿來做成吊燈。木頭掛鈎下吊着燈是舊窗戶的窗框和玻璃做成的。鍾世維把老三合院裡的廢物再利用，變成古樸的吊燈，微黃的暖色光透映出老窗花的質感。外表形象不羈，聲音卻很斯文的鍾世維，原本是一位平面雜誌的攝影記者。2016年，他為了擺脫媒體環境，沒日沒夜的疲憊生活，決定回到兒時生長的故鄉高雄美濃。繼承爺爺留給他的老三合院。我爺爺因為我是長孫嘛，他把這個三合院也過戶了給我，他就把這三合院給了我這樣子。那我覺得我既然是長孫，就有責任好好保護這個老房子。那因為它本身的結構都是土牆嘛，我不敢整個把它打得很通透嘛，我沒有辦法做個像咖啡廳的通透的商業空間。那我想說，既然它每個房間都方方正正，那不如就做民宿試試看這樣。鍾世維當攝影記者時，經常出差到倫敦、紐約、日本、北歐各地拍攝記錄。此
辞掉工作后，他抓住老屋修复风潮，而过去走访世界各国的经验，就成了他改造三合院的灵感养分。这个房间就是以前小时候我跟奶奶住的房间，这样也是我回美浓之后我第一个改造的房间，因为主要是因为最有感情的嘛。那你看里面这些，不管是家具啊、书桌，还有我奶奶的家装是一个梳妆台嘛。因为当初这些物品的那个情况都非常糟，所以我就是找到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很不错的木工师傅，修旧如旧这样子，用传统的工法去修复它。阿婆留下嫁妆、快木衣橱、老红棉床，钟世维一个也没丢，反而发挥巧思，新旧搭配，让三合院老房变成复古与时尚融合的舒适客房。客家花布一用上去之后，你反而会抢了这些很质朴这些木造家具的质感这样子，所以我整个都是用比较素雅的方式，比如说法国的蕾丝啊。他为什么到这个三合院里面来？他没有觉得有一个很老旧、比较通俗的感觉，反而他觉得好像一些老的东西被赋予新的灵魂跟语言这样。没有客人住宿的日子，钟世维喜欢在小镇四处晃。就我无意间发现这个很大的烟楼，很高很漂亮啊！哦，发现之后我就觉得哇，真惊为天人，所以我就常带朋友来这边探险。我曾经以为他们对这样的烟楼很有情感，后来发现不然，因为这个烟楼就是劳动的象征嘛。日治时期的美浓是台湾重要的烟叶产地，全盛时期这里曾有1800多栋烟楼，成为小镇特殊的建筑景观。哎呀，阿伯哎呀片也快很哎呦，拜托啦，那是做的保留吼。哎呀，也个有藏沟嘛，怕还也个跳摆呀，也个输的呀，也跳摆还也个有藏沟啊。唔会，也跳摆系咪咯？嗯，系哦。也出开始出安尼叫。系哦。诶。啊没有，有来嘛咯？啊，有来嘛咯？我一早个来诶。啊，有几来做嘛嘅？有几来咩？几来聊开咩？我问你可以去买个咖啡厅之类啊，买咖啡啊，买个。哎，好可惜哦，这个本来是很美的。随着烟叶逐渐没落，美浓烟楼一栋一栋，因为产权复杂，因为保存不容易，被废弃，任由它破败。而钟世维老家的烟楼，其实也曾经遭受过同样的命运。因为对土地的情感，因为对老家的爱惜，钟世维返家圆梦。一开始其实不被家中长辈认同，还不时会受到冷嘲热讽。我爷爷跟我爸爸其实某方面他还蛮反对的，在当初，因为他不觉得这么偏僻的地方会有人愿意来住你的民宿，尤其我觉得爷爷又觉得说。民宿就是要像地中海啊，像城堡、像别墅一样，这样的老房子、烂房子都没有人住，没厕所、没有水、没有电，怎么会有人来住？你们可以跟我来看一下。我叔叔以前负责造错这个机器，他说这机器很占位置，你应该把它改成厕所、改成马桶。我说不要，因为我觉得人家来就要认识这样的历史，所以我一定要把它留下来这样子。走过这个历史隧道呢，现在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厕所。这种老屋最需要、最欠缺的就是现代化的设备，这样子。你老屋需要长长远远的走下去，希望老屋可以很好的保留下来，其实就是要非常的便利，有它的便利性这样。那便利性的话，第一个就是可能冷气吧，还有洗手、卫浴设备这样子。后来想不到，成功了，就客人愿意付这个钱来住一晚我们这个我爷爷所谓的破房子这样子。对，一个晚上3000多块，我爷爷就觉得哇，3000多块在镇上可以租个不错的透天的房子，1楼的店面这样子，所以我爷爷觉得很生气，一个晚上可以抵人家1个月的租金。好 ，OK， 好，快点。哇，圆太棒了，太厉害了，蛮辛苦的哎。以前年轻哦没有感觉，现在老了哦。要酸背痛。
钟世维自己设计规划，花了3年时间，将残败的三合院老烟楼改造成富有文青风的民宿。名人来住过，社群上也有许多网友留言分享与持续关注，这些正面评价都成了钟世维坚持的能量。他认为自己真的做了一件对的选择。这间以前叫做哈萨，哈萨就是烟楼隔壁的工作室。对，没有看到这个墙上这些大大小小的窗户。以前长辈们就是在这边在烘烤烟叶的时候，都是透过这些窗户呢，去监控烟叶的颜色、温度，还有脆度。然后他们要24小时都守在这个地方。这个空间我就把它，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然后就变成一个住宿的空间。这个空间当年就是一个烤烟室。除了让阿公留下的80年老宅重生，钟世维把妈妈搜集的5000多张黑胶唱片重新整理，打造一个视听室空间，成为来到民宿的客人深夜睡不着时，3、5好友最喜爱窝着谈心的房间。那我妈妈她是个主持人，她那时候拥有5000多张的黑胶，可是那时候90之后，大家都在追求数位音乐，都不要这些黑胶。那我妈妈舍不得她在中广时期收集了这么大量的黑胶，就是无处可去，甚至可能就是要被丢弃这样，她就把它丢到我爷爷的这个废弃的老烟楼里面来，就2个就锁在一起，锁了大概10年吧。结合旅宿，钟世维让黑胶音乐美妙的音质跟老烟楼一起被活化，再赋予新的生命力。很多客人一开始来，就是他因为是我在网络上评价还蛮高的，这样，他是因为那个评价高而订了这间三合院。可是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说，怎么会这么一个传统的三合院？一开始还会有点翻白眼这样子。但是当他们真的深入到这个三合院里面，看到所有的布置，然后日治时期留下来的老家具，跟这满坑满谷的黑胶唱片，在这个老烟楼里面，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都舍不得离开。美浓的美要慢慢嚼，年轻人返乡经营民宿，以三合院搭配黑胶为特色卖点。然而民宿的交通便利，有时也是游客选择的要件之一。台184县道是高雄通往美浓的主要干道。打开大门，深深庭院，两旁大树列队，欢迎来入住的旅人。那我们里面请哦，好，来，谢谢，辛苦了。好，都可以穿。热情接待入住年轻学生，杨依文是民宿第2代女主人。她和先生宋博接手民宿经营将近10年。然后如果有需要使用到冰箱这个外面走廊有一个冰箱，它也是公用的。基本上这几天那个房间如果需要整理的话，你再跟我们说。然后不够的盥洗用具，我们再放在那个大厅那边，都会有准备几些啊，你有需要再过去拿就可以了。好，谢谢。对，两边。没啊，不用先在这边吃啊。蕎麦鸡好嘛，蛋饼，係咯，一塊蛋餅。一邊買木瓜飯啊？好呀。對啊。阿哥蛋餅2塊。要飲料嗎？不用，謝謝。每天清早送伯父亲俩跑菜市场采买住宿客人的早餐。也拿出来。
有。这个是猪笼板，客家的猪笼板。还有一种是那个我们叫做拍头红板，客家话叫拍头红板、白头翁板，就是所谓闽南人讲的插花柜。木瓜板、猪笼板、客家小粽，宋伯夫妻俩提供给来住宿客人的早餐，坚持要有客庄味。早期的话是我们可能就买原料来自己做成成品，那因为人手比较不足嘛，很多的朋友的介绍，可以试看看就是他们做的那个口味怎样我们也亲自去看他们做的他们做的品质口味试过之后的话觉得可以的话，我们就买来分享给客人这样。才刚忙完收拾早餐，客人退房后，夫妻俩立刻整理房间。宋伯从教职退休，和太太全心投入民宿经营，一家人共同经营民宿，曾有过争执，却也让感情更加深厚。航站爱州，呢條意落到貨房屋，唐人沖片獨木水，實實蘇醒好未來，你客就愛轉入來。順等傳動矮板大板，以沙載體連線，搶來天公式。天板發板矮板叫成板。演绎泰國客家扮演，唱一萬萬美濃板條，樹洞搶神來看戲，每看人轉來到演流太貓戲台順，一到年愛失板，板呢就地釀板，條條來做一場太戲。我们都有分工合作。对，我们都现在都专门整理被，对这些。年轻人整理床、吸地啦，什么还有浴室、拖地。一家人分工整理客房。这间占地约3000平的湖畔民宿，以前其实是一个养猪场。产房，就是我们是那个产房很现代的。所以母猪的产房，它的高度跟其他的房间也不太一样。这个就是说它比较要通风，要凉爽。因为怀孕的时候肚子这么大它那个热量很高。你不凉爽的话，它会难产。2000年，美浓水库兴建，因为当地居民抗争，宣布不再兴建后，这里成为大高雄地区上游的水质保护区。宋永松的养猪场因此荒废了7、8年。当时正好搭上国内民宿兴建风潮，退休的宋永松就把母猪产房改建成客房，成为美浓镇最早的一批合法民宿。有的时候那个朋友从国外来的结果到旗山美浓地区找那个旅馆都是很老旧了，他们住不下，一进去又出来，一进去又出来。我说你们奇怪怎么这样子？他说这个旅馆太老旧了。后来我们就联想到是不是做一个民宿让朋友也都住。因为他刚退休下来嘛，也比较没有事情。就等于是说，在他的遇到人生的一个低潮，那我们觉得，可能他在这方面可以有发挥的那个地方，所以的话，我们也就支持他来做这个这样。只不过幻想总是美好的，改建民宿过程，宋家父子俩冲突不断。爸爸宋永松喜欢欧式花园风情。留美的儿子宋博则偏好美式乡村风，因为每一个人的
美感啊，或是想法都不同，都有所差异嘛。所以的话，务实面要在操作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很多啊，就是言语上的冲突啊，就大家也说啊，不想做了。像我爸爸，他很喜欢种树，还有花草。他的理想有没有，就是把它打造成莫内花园？他的想法是这样。像我自己的想法的话，有没有？我是觉得，我在做营造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要壁垒分明。可以，我是觉得我要把就是视觉的刺激有没有，把它发挥到极致。于是宋博花了6年时间自己规划整理民宿的草皮，由他负责维护。小鸡、小鹅、鱼群的喂食，就是爸爸宋永松的休闲娱乐。父子俩把一大片曾经荒废土地变成梦想中的美式庭园，搭配上美浓山系的绿荫盎然，还有一大水塘的湖泊，都是民宿的卖点。那后来的话，我们要开始规划的时候就，也很简单，就请了怪手有没有？填土随便有一个形就好了，他就帮我造了这个形，造了这个形之后的话，我们就开始一草一木有没有？去把它建立起来，这样。没有5星级饭店的美浓，当地民宿业者各自发挥巧思，保留小镇独有的风味，让造访的旅人能在此享受淳朴宁静的农园生活。做一个民宿的定义，就是主人晚上呢下厨房煮家乡菜给你吃，晚上呢主人呢跟你聊天泡茶，那隔天早上呢女主人下厨房煮早餐给你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民宿的特质跟它原来的核心的价值。比如说，可能母女2个人，个人做一个，有会玩那个包包的、手提包的、环保袋的，也可以把它缝一缝，就做一个环保袋。这里是美浓另外一家由甘蔗园改造而成的生态民宿，除了提供住宿外，现在还结合美浓客庄文化的 DIY 体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个，来看一下，这个叫做新钉板。新钉板哈，新钉板哈。老师，为什么它中间一条红红的？这个在我们客家庄里面啊，其实我们闽南族群，在闽南族群，红板啊、红骨粿都是整个都是红的，但是在客家庄呢，我们这个传统的红骨粿呢，中间就有一条红线了。什么时候会吃到新钉板？里面有喜事吗？对，家有喜事的时候，祭祖啊，或者小孩弥夜。用糯米粉加入糖粉、白木增加粘性，搓成糯米团，包入民宿自己熬煮的红豆馅料，用手掌，用掌心最后放入模型内，小心挤压。亲手做成的新钉板，每个都各具创意与巧思。油纸伞怎么说？或者客家话怎么讲叫做油纸仔。在美浓的男孩子的成年礼16岁。妈妈要送他2把伞，为什么要送伞？来，我们看一下，伞是什么形状？圆的。希望我的小孩呢，事事圆满那伞广结善缘。油纸伞更是美浓的特色产业。住宿客人透过彩绘纸伞这样的 DIY 体验，一边听解说，一边动手画，更能够加深对当地文化的记忆。其实到一个地方去住宿，我们要求的会是房间的品质环境周遭有没有夜市，有没有什么可能一般人对住宿是这样子每个人的需求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呢，如果说跟我们一个就是有导览人员进来的话，我们把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深入到我们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他们来的时候跟回去的时候，其实他们会带着很多的感情回去。民宿结合在地手作体验，这样的理念发想来自于民宿主人吴文豪。因为在美浓土生土长，吴文豪总觉得家乡没有宽阔的住宿空间。1992年，原本从事景观绿化的他，决定返乡发挥自己的专业，花了7000多万买下3公顷的土地，用了20多年时间，将甘蔗园摇身一变，成为蝴蝶秘境。我那时候本来的设定是做一个好好的一个退休族养生村，不过刚好那个时候也发觉民宿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哈，后来也觉得说，如果好好去经营民宿，还是可以有好的口碑啊，客人也愿意回来，这是我们觉得很欣慰的。2000年，吴文豪把原本的生态园区增设住宿空间，转型经营民宿，也是美浓第一批改建的民宿之一。民宿的位置就在黄蝶翠谷旁，又临近茂林紫蝶谷。吴文豪特意在园区里种植蜜源植物，提供蝴蝶迁徙休憩。3公顷的民宿，因为结合生态园区，聘请不少当地员工，提供留美或是返乡的年轻人工作机会。吴文豪鼓励年轻劳动力留在客庄，教育下一代，也可以照顾年迈父母。客家话的那个蝴蝶，它叫永亚北。为什么会叫永亚北？我们就把它联想出，因为它蝴蝶停下来的时候，你要抓它掉下去，亚北，它就叫永亚北。杨长昌是临近高树乡人，最早跟着吴文豪从事景观工程，到现在经营生态民宿已经17、18年了。因为爸爸妈妈在屏东嘛，老婆小孩在高雄，这边刚好是两边的中家里面有事要回去也蛮快的，要回高雄市区也蛮快的，所以算比较一个折中的地点。美浓是4大客庄观光小镇，至今仍保有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只不过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方便，往往来这里的旅客多半是搭着活动或是自由行的目的性旅游客群，是现在美浓主要的观光族群。但观光人潮的不确定性，也让美浓观光发展存在着危机。客庄这个区块都是属于比较郊区的地方，一直客人要来都比较麻烦，尤其是国外的客人他们要在交通这个区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点我们有些可能只要到高铁或者到了机场之后要过来，这个接驳真的相当大。从帮我们这些交通能够做这个观巴啦，或者一些交通的接驳，怎么去做连接，让它容易来到这边。左青龙就是我们的茶顶山，我们的右白虎就是我们的美浓山脉，前朱雀就是我们的老龙溪，后前五是什么？后前五是整个义山山脉都当成是我们美浓的靠山，所以美浓人出什么？美浓地区出什么？美浓目前为止是我们全台湾博士最多的一个地方。因为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统计，2018年来台观光的外国旅客人次大约1107万人，其中自由行的旅客占了超过70%。只是美浓不是特定风景区，周边的景点也不够强。月光山下小镇该怎么在维持原有的环境与文化特色下进行一场观光的小革命呢？特色民宿正是一条不错的道路。交通的部分其实重牵涉在流量，所以说我们回到源头刚才说的，如果把地方的吸引物做得好，
流量够的时候，其实业者就会解决交通这个问题。那目前不管从交通部或从交通部观光局，都努力在推智慧交通、智慧旅运的部分。所以透过现在的科技的 App， 还有很多旅行社的平台，都可以做目的地旅游这个部分。所谓的目的旅游是说地方的这些特殊的行程或活动啊 ，DIY 课程，还有特殊的景点，它可以安排半天或1天的行程。这栋有太子楼的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美容的烟楼，它是属于大阪式的烟楼哈。大家眼记得看一下哈。这个是它的伙房，它是属于2进式的，1进2进，属于2进式的伙房哈，很棒的一个伙房。大家看它的堂号，林园地，透过经常性的举办活动，带进观光人潮，像是以走读客庄小旅行的方式，就能够让旅客更深入认识美浓小镇。结合各式特色民宿，更能延长旅客驻足美浓的时间。今晚你想要住在阿公的三合院、湖畔民宿，还是生态园？月光山下3间各具特色民宿，维持原有的美浓生态环境、地景建筑，后生人的改造与串联，让民宿变成月光山下串起的一颗颗珍珠。